哈巴国书第一章，下面是先知哈巴国所宣告对上主来的信息。哈巴国的诉苦：上主啊，我对你嗷叫，你无听，要偌久啊？我话有强暴，你乃无来解救？你是安怎要互我看见邪恶？灾难遮多，你乃无要插？伫我面前有毁灭甲强暴。冲突甲斗争不时地发生，因为安尼律法失去效力，正义袂当施行，歹人欺压义人，直到正义受歪曲。上主的回答：上主讲，注意观察恁周围的国家，恁会真着惊。伫恁活地的日，我要做一项代志，甲恁讲，恁嘛袂相信。恁看。我要互沾染凶暴的巴比伦强盛起来，因要进军全世界，霸占别人的土地，因可怕恐怖，眼中无人，用家己的意志定法律。因的战马比豹走较紧，比黄昏的豺狼较猛。马兵对远远的所在来，奔跑直撞，亲像鹰鸟冲落来要吞食。因来要行强暴，因坚决向前进攻，掠着的俘虏亲像沙遐多。因藐视君王，讥刺执政者，因提笑所有的堡垒，做土堆甲因攻处。因亲像风扫过了后，佮继续向前。因是有罪的人，拜家己的溃力做神明。哈巴国搁再诉苦。上主啊，你竟毋是对古早就存在，你是至圣，是阮的上帝，你永远袂死。上主啊，你竟然竞选巴比伦来审判阮，阮的石盘啊，你竟然指派伊来刑罚阮。你的目睭清起甲袂看邪恶，袂看歹代，是安怎？你用任开闸的人，邪恶的人吞灭比因较正直的人。是安怎？你甜点点，你互人亲像海年的鱼，亲像得瑟的虫，无领袖甲因管理。巴比伦用鱼钩甲因钩，用网甲因拍，用希望甲因网，甲因掠了了。巴比伦就欢喜快乐，对网献祭，对希望烧香，因为因渴望得到丰富的食物，生活奢侈。因兼通安尼继续拍网掠鱼，无情残杀列国的人民，